里镇爱兰里这个梅村社区规划修理型，带乡亲的体验社区的产业文化以及社区人文导览，即包括为这个过礼啊啦、参观这个土角壁啦、加这个模拟呢、市网的产业等等，希望讲民众了解在地巡山文化。 埔里镇爱兰梅川铁山社区一带早期俗称巡山，有传统农村风貌。主办单位安排彩绘过礼啊手工艺，互民众回忆早期农村生活。遮风挡雨哈，那因为这归来面顶用点色彩，让我们觉得很漂亮。然后再来为太太，让他们老人家动动手，动动头脑。 今年的巡山文化季小旅行，除了安排定点的手工艺学习课程，嘛带大家参观社区特色产业。川山文化季伫爱兰台地内底吼，包括伊的土角厝啦吼，伊的土角棚啦吼，啊做上好的这个导览吼。你像伊的川山文化季吼，开放报名了后吼，秒杀吼。巡山文化季小旅行，除了熟悉在地文化，参观农村风貌，嘛透过小旅行行销特色产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